大家好，歡迎嚟到陳公子藝廊遊園 Apromani。講藝術唔使扮高貴，識玩先至識欣賞。導覽開波前 CLS 行先 Like Subscribe， 記得撳埋個鐘仔啊！好多人有一種錯覺，就係覺得藝術品投資係有錢佬嘅遊戲啦。你係咪都會覺得藝術品收藏家一定要係着晒老西出入遊艇會，個鼻生喺額頭上面嗰種中環精英？我哋呢啲打工仔連份糧都唔夠交租，仲點夠膽學人講藝術投資啊？唔好玩啊！今日我要終結呢個世紀大迷思，我要用一對真真正正嘅月光族夫婦，一個郵差，一個圖書管理員嚟話你知，藝術投資根本冇門檻。呢個故事唔係天方夜譚，而係紐約最傳奇嘅真人真事。荷伯同埋佢老婆陶洛斯·弗格 （Herb and Dorothy Vogel），佢哋用咗40年時間，靠住嗰份萬幾蚊港紙嘅月薪，就可以買入咗一屋連國家級博物館都要跪求嘅收藏品。更加估計咧，潛在價值接近1億美金噶。所以佢哋得，你都得。好似張家輝話齋，你而家冇，但係將來會有。就等本公子今日同大家解鎖呢個藝術品投資致富嘅終極密碼。我哋主角荷伯同陶洛斯真係好貼地，佢哋喺紐約藝術圈有個超親切嘅花名，叫做迷你夫婦 （Mini Couple）。你一聽就知佢哋有幾咁唔起眼啊！講真，曼哈頓同香港一樣，寸土尺金，佢哋嘅人生設定真係寫出嚟都冇人信。荷伯喺郵局做嘢，係一名郵差。做咗成50年，一世人最高年薪從來冇高過23,000美金。你冇聽錯，喺紐約即係月薪得萬幾蚊港紙。佢老婆陶洛斯都係喺布魯克林公共圖書館做過參考圖書管理員，算係公職夠穩定，但絕對唔似得香港公務員咁高人工同埋咁好福利。當然都肯定唔會發達啦。你問佢哋點解可以喺紐約生存？答案就係一個字：慳。佢哋好似劉明偉咁講，好少去旅行，亦冇去網紅飯店食成1000人一餐飯。平時食啲乜嘢？餐餐都係食啲 TV dinner，即係 TVB 電視汁撈飯咯。佢哋將所有可以慳嘅生活開支全部 cut 晒，慳得就慳。連第一筆收藏嘅資金都係嚟自原本打算去歐洲旅行嘅費用，直接將旅遊基金變成藝術品基金。夠晒狠！最黐線嘅係佢哋嘅財務分工，簡直係藝術界嘅極簡主義生活提案。老婆份糧用嚟交租買菜，老公份郵差糧呢就通通用嚟買藝術品。佢哋就係用一份萬零嘅薪水去挑戰成個藝術精英圈啊！佢哋兩公婆住喺紐約上東城一間只有450尺嘅一房 studio， 但你知唔知呢間 studio 入邊塞咗幾多件收藏品啊？係5000件當代藝術品，冇錯，係5000件啊！佢哋唔單止贏得上流社會收藏家嘅尊重，佢哋嘅事蹟更加被拍成紀錄片。根據紀錄片導演嘅描述，入到間屋嘅畫面係啲畫同雕塑咧，係塞到連一隻貓都住唔到身嘅。啲藝術品掛到連房門、雪櫃後面都係。你每朝起身真係要喺一個藝術品迷宮入邊捐嚟捐去，先至可以去到廁所。但係呢間藝術品迷你倉入邊擺嘅全部都係當代藝術界嘅重量級人物，包括查克·克洛斯、唐納德·賈德、索爾勒維特等等。佢哋嘅收藏被藝術界公認係20世紀最重要嘅私人收藏之一。呢個反差係咪夠晒生鬼？咁呢對迷你夫婦點解可以投到咁多收藏品呢？佢哋嘅投資理念完美咁樣吊打咗所有華爾街精英，因為佢哋嘅方法夠晒純粹，夠晒貼地。首先，佢哋只買潛力股，唔買藍籌股。佢哋知道自己冇能力喺拍賣行同富豪競價，所以佢哋嘅目標好明確，直搗初級市場，揾嗰啲啱啱畢業仲未紅窮到窿嘅年輕藝術家，向佢哋課金，就好似之前本公子都有介紹過嘅 ArtNext 藝術展覽咁啊，可以直接同藝術家講價買佢哋嘅作品，咁樣就可以避開畫廊嘅高昂佣金，直接同藝術家建立關係。
不過最重要嘅係對藝術嘅熱情。荷伯對藝術嘅愛係真嘅。佢曾講過一句好感人嘅話，佢僅僅只係熱愛藝術，熱愛藝術就好似熱愛自然、熱愛動物、熱愛自己一樣。呢種真愛反而令藝術家願意同佢哋做朋友。佢哋系統性收藏嘅起點真係神話級。喺1965年8月，佢哋買咗美國觀念藝術大師索爾勒維特 Soliwik 嘅雕塑。聽清楚，呢個係呢對迷你夫婦投資藝術品成功嘅關鍵位。呢批作品係勒維特第一次出售自己嘅作品。佢哋買咗大師嘅處女作。更黐線嘅係，勒維特仲親自將作品運到沃格爾夫婦公寓嘅門口。你估下呢啲關係有幾硬呢？之後荷伯同勒維特仲成為咗幾十年嘅老友，幾乎每星期六朝早都會通電話。佢哋投資嘅唔單止係藝術品，仲係藝術家嘅未來同友誼。其次嘅投資關鍵呢，就係要將劣勢變成優勢嘅。佢哋深知自己住喺450尺蝸居，買唔到幾米高嘅巨型油畫，所以佢哋有3個超貼地嘅收藏標準。第一係價格唔好太貴，分量要負擔到；第二係尺寸唔好太大，間屋要有位擺；第三係體積唔可以太壓榨或者太重，佢哋先可以輕鬆將收藏品上地鐵帶屋企。你想象下，呢兩公婆係搭住紐約地鐵，攞住一幅可能幾年後價值幾十萬美金嘅畫，呢種畫面幾咁戲劇性。但呢個就係現實。本公子所知，香港都有唔少藏家係帶住藏品上地鐵拎翻屋企噶。所以話藝術品投資從來都唔係堅離地嘅事。由於上面3個收藏標準，令佢哋專注喺當時富豪睇唔明、覺得唔值錢嘅極簡主義同觀念藝術嘅紙本小型雕塑。當富豪咧仲喺度買緊大油畫嘅時候咧，呢對迷你夫婦已經用極低嘅成本靜靜雞買咗一個藝術史上最重要嘅時代。咁佢哋點樣將郵差份糧變成一個近億寶藏？但係最震撼人心嘅嚟啦，佢哋放棄咗成為千萬富翁嘅機會。喺1990年啦，當佢哋間屋塞到爆嘅時候咧，佢哋做咗個極反資本主義嘅決定，將收藏無償捐贈。佢哋首次就將2400幾件藝術品捐咗俾華盛頓國家博物館。當時嘅策展人形容啦，呢批收藏咧簡直係無價寶啊！咁無價即係幾貴？市場專家推算，如果將呢批收藏喺今日市場上放售，價值絕對係數以千萬美金計。更有業界話，最高估值可能接近1億美金。你冇聽錯，一對郵差夫婦收藏嘅藝術品回報係接近1億美金。有冇誇張？我哋可以參考翻佢哋收藏嘅查克·克洛斯作品。今日喺拍賣行一幅油畫最高紀錄係483萬美金。佢哋買咗咁多大師嘅早期作品，價值根本唔使多講。最令人敬佩嘅係，佢哋之後仲將剩低嘅1100件藏品分批捐俾美國50個州嘅博物館，實行50州50件作品嘅偉大計劃。佢哋真正做到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佢哋嘅故事話俾你聽，收藏嘅最高境界唔係賺幾多錢，而係你對人類文明嘅貢獻。好啦，睇完呢個故事，係咪有好衝動想展開屬於你嘅藝術品投資旅程呢？本公子可以帶住你哋嚟實戰。佛格夫婦嘅收藏策略唔單止係情懷，佢哋根本就係一個高回報率嘅投資示範。正如投資專家所講，藝術品對於投資人嚟講係一個投資新方向。藝術品係繼股票、房地產之後，現今投資界嘅最後一座金山。但係投資就唔可以淨係講情懷，我哋要講硬數據。你覺得藝術品回報率有幾高啊？睇下國際市場數據，喺1997年至2007年嘅10年入邊，當代藝術品嘅年收益率高達12.7%。佢足足跑贏同期嘅股票回報率3個百分點。如果你睇翻亞洲市場個數據，仲要更癲噶。喺中國書畫藝術品市場，從2000年到2016年，年化投資回報率更一直保持喺20%以上。20%啊，大佬！就算過去幾年高息年代，你將份糧擺喺銀行做定期，年回報都係得3厘幾啊！
人哋玩藝術啊，回報可以差唔多10倍。佛格夫婦嘅成功就係佢哋將藝術品視為家庭資產配置嘅一部分，呢個就係最聰明嘅，順勢而為。咁你又可以點樣複製呢個致富密碼呢？首先要投資熱誠，之後先係投資金錢。你要將你嘅時間投入去藝術家嘅工作室、獨立畫廊、藝術展覽，唔好淨係睇價錢牌，你要同藝術家交流，同佢哋做朋友啊！當你真心中意一件作品，唔好睇佢嘅升值空間，你係咪都仲可以享受擁有嗰件作品？至少你嘅生活已經被佢豐富咗。其次，可以先專注初級市場，揾中低價位嘅潛力股，暫時忘記班富豪玩嘅佳士得同蘇富比啦。留意翻中國市場嘅數據，高回報率嘅作品反而集中喺中低價位嘅作品。去藝術系畢業展、獨立畫廊，用你負擔得起嘅價錢買你覺得有潛力嘅年輕人作品。你要投資藝術家嘅未來，而唔係佢哋已經被炒高嘅名氣。喺香港一定要玩蝸居策略，將限制變成特點。就算你住劏房冇位擺大畫，咪學下佛格夫婦咯。專注買啲細件紙本或者新興嘅數碼藝術，你嘅空間限制反而會迫使你發展出獨特嘅收藏風格。所以藝術投資嘅入場券唔係睇你有幾多錢，而係睇你有冇眼光同膽識。由今日開始，唔好再話自己唔夠班，你只需要一個週末走入一間獨立畫廊，用你份糧嘅一小部分買一件你真正中意嘅作品。只要你買得起一部手機，都證明你已經有足夠嘅經濟能力投資藝術品做收藏家。可能10年後，你間藝術品蝸居就會變成下一間國家級博物館要跪求嘅寶藏。節目嚟到尾聲，啱口味嘅就記得 like 同埋訂閱，留言話我知下一站想去邊。你又會用你份糧嘅幾多%去買藝術品？你最想買邊個年輕藝術家嘅處女作？有咩投資心諗分享，或者想知更多關於藝術品投資，下面留言俾我啦。我係陳公子，講藝術唔使扮高貴，識玩先至識欣賞。夜未央，下集再遊園。